另外人咧讲，鸡屎落土3寸年，来看到厝内饲的鸡仔哪会遮尔啊听话？花莲吉安乡有一个饲鸡的人，伊饲的鸡听伊一个口令，就有一个动作，会当讲是完全军事化的训练。鸡仔真听话，佫会走标练体力，因看起来变跬鞋，互大家铺上网络了后，拢笑甲要变过。追所有的鸡，食饭的时间到，毋过人讲的话，鸡敢听有。快跑！所有的鸡仔拢拼死走过来，哇！这是什么咒语？互鸡仔拢这么乖？向中看，追！今天早上，每一个人要跑5000公尺。鸡仔毋但会晓一合，佫会晓排队，刷落各甲含的要求来啊，走过10公尺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跑！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敢讲即摆鸡条嘛是军事化训练，啊，饲鸡的人变做士官长嘛，互网友笑甲变过。留言讲这是上有实力的鸡，佮叫伊分享饲鸡的撇步。实际去问花莲，佮安尼这个饲鸡场，答案煞互人真意外。必须要有饲料骗进来，它才会过来。原来是为着要食饲料，鸡仔才会遮尔听话。长时间伫同一个所在饲，嘛是一个撇步。听到食饭就变甲遮尔乖，看起来食人饭烦人问，这句话对鸡仔来讲嘛是会通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